国际消息来看，非洲民主刚果伊波拉的疫情，即嘛是愈来愈激烈。联合国日伊表示，目前的死亡人数是已经超过2500个人。世卫组织宣布会提供7万剂的疫苗。因为联合国除了呼吁国际社会斗相共，嘛紧急拨300万的美金协助因强化防治，未来阻挡病毒突起到中非的边境。 民主刚果东部首府戈马的舞台康，这座城市一向以万响的文化活动出名，当年拢会举办音乐节、舞蹈节、甲时装秀。即马因为伊波拉感染情况真紧扩大，控制戈马的 M23当局下军事禁令，艺文活动就安尼隆重停办。 The Ebola outbreak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In the last 3 months, 2,500 people have died, and half of those in the last 20 days. The epidemic is spreading to an area that is bigger than France, and the outbreak is growing faster and wider than the Ebola response. 民主刚果这波伊波拉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18年至2020年，加做这个国家史上规模上大的一摆。当地医护人员除了暴露伫感染的风险，更加会面对部分民众因为惊吓甲无信任所引起的攻击行为。目前大约160名医疗人员感染伊波拉，43人死亡。过去6个月，医疗人员防攻击事件超过260件，8人防杀害。 Vu que sur terrain, lorsque les équipes de la riposte arrivent pour faire leur travail, 民主刚果这一摆伊波拉感染源自伫本地不少病毒株，目前也未得到核准的疫苗，也是特定的治疗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会提供民主刚果7万剂尔维博伊波拉疫苗，其中2万剂用伫第3期临床试验，以了解疫苗对本地不少病毒的效果。5万剂提供第一线嘅医疗人员。The risk of Ebola outbreak spreading has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confirmation of cases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DRC that border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甲民主刚果相连的中非共和国，保证当面临冲突、脱水、疾病、甲气候无稳定等因素造成的人道危机。联合国也宣布紧急拨款300万美金，协助中非强化伊波拉防治工作。公司新闻张小芬编译。